萬象郡，萬象郡嘅1、2、3期呢，我都覺得一期嘅園林景觀係非常之精緻嘅，唔係講笑啊！佢有泳池啦，有涼亭啦，而且落邊嗰啲園林景觀啊，佢啲設計啊，唔係話隨便種上去嘅，我覺得佢係有一定嘅設計嘅，即係有設計師幫佢搞啊。其他嗰啲幾個小區呢，我覺得就隨便咁搞上去嘅。咁呢一個房呢，我哋啱先係直接從地下車庫過嚟嘅，地下車庫大把停車位，而且呢邊停車位係比較平嘅。咁呢度萬象郡1期啦，都係雅居樂嘅物業嚟嘅。咁雅居樂呢，佢有萬象郡有1、2、3、4期，1期、2期同埋萬象郡3期嘅柏岸，萬象郡4期嘅楓匯。咁1期呢，就相對其他3期係舊啲，但係呢一個房係都係比較有性價比嘅。4房嚟講嘅話，依家1期係比較平嘅，呢個143方全新裝修，咁佢係110幾萬嘅。你睇下餐邊櫃同埋嗰啲櫃啊，即係電視櫃嗰邊都做好晒嘅，而且仲贈送埋嗰個櫃機嘅中央空調。咁無主燈嘅吊頂啦，呢啲都係比較貴啲嘅。即係其實呢，我講下呢個啦，係咪先？用櫃機嘅話，雖然冇風管機咁好睇，但係呢啲實用啊，即係美觀上可能冇風管機咁好，但係呢啲真係實用，後期維修清洗特別方便嘅。咁呢一排櫃呢，其實呢一排櫃都唔簡單嘅，呢一排餐邊櫃起碼都搞咗呢度都成10幾個方嘅。咁呢度本來係一個間盾嚟嘅，即係隔住個牆佢入戶有個花園嘅，咁啊拆咗之後就搞咗個廚房。然之後有生活陽台，對出嚟呢就拆咗之後呢，通鋪全屋嘅瓷磚1.5米乘以75嘅，所以睇上去都好大氣嘅。翻嚟度假、翻嚟養老都比較舒服。人口多嘅話，住呢啲4房特別 OK。你睇下呢啲衞生間都比較大，佢仲揸個門未裝。咁呢間房呢，採光都比較好，而且比較大。呢啲4房好標準嘅，一個亮光嘅瓷磚呢，就唔怕邋遢，而且唔怕劃傷。呢個房床啊同埋定制嘅衣櫃都做好晒嘅啦。最後呢，我哋就睇翻主人房。主人房個廁所啊，超大，你睇下放浴缸都得。嗰邊仲有一個位置。咁主人房望出去呢，就係我哋嘅萬象郡2期，然之後萬象郡3期。半斗灣嗰邊嗰條河啊，然之後尖尖個頂就落丁山啦。呢邊西北朝向望園林景觀，其實都非常之 OK 嘅。你睇下床啊，同埋嗰個衣櫃啊，全部做好晒啦，100零萬。因為依家呢，三鄉呢邊啊，重新裝修嘅房，特別係4房，萬象郡呢一帶係比較少噶啦。如果係想睇呢啲3房4房重新裝修嘅，真係呢啲裝修比我哋普通人裝嘅真係要靚好多，因為佢設計啊，同埋美感啊，同埋各方面都比較大氣嘅。今期我哋就到呢度，中意嘅話就一定要揾翻我哋三鄉本地嘅經紀人。OK，我係阿張，拜拜。